埔仔店镇店支付清水两边，红纸黑字写着保安功德尊王、金卡顺天尊王性格。好评是富顺将军性格，原来是日前王孙石要强请高背景生活顶店，庙方毋但无请到西罗店开基二店，连马公庙的新尊嘛无请到，因此用信为替换。一般人讲路位的意思，伊的金尊无来，不过我请伊的人来，咁款意思啊。阮主管支持啊，阮主管地方是，马紧咱当金尊有咱请，咱想办法把伊的人请来。根据着了解，这个做法确实是传统道教可疑之一。抗日新尊协会好请无形的心灵前来，就是代表精神。埔仔店会甲徽礼的新衣新帽准备好势，挂伫咧衣架顶悬。不过这两间庙原先拢是联合主铺，顶哥拢已经徛好势。7月20嘛将举行高义敬顶店，如今的主铺单将由老古蹟一福宫、妈祖楼天后宫、金安宫来斗相听。阮拢算属于连经来的啦，所以大家兄弟的感情，因为阮原底文阿道爱伫咱庙口这边接铺，所以讲咱就是庙口接铺的，咱即马刷伊伫咱的主铺场这边遮。当然过迄边遐，咱嘛是着爱搁加上，咱嘛爱搁宴龙。王孙石请新佛建造4天行程嘛圆满，总计大约40尊，来自各地神明安坐伫咧正殿，其中包括着较少出门的北港朝天宫长高马虎甲，建造单大约有600多尊的新尊、王灵灵旗等等。台南新闻所发采访报道。